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因为中国施压3个国家撤销飞航的许可，总统赖清德国务长暂停拜访友邦苏瓦地尼。国防部公布，咱甲美国签6项军购法计书，金额2000多万。有关各项条例无共识，印太势力希望台湾展现防卫保证。川普宣布无限期延长停火，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伊朗讲这是战争的行为，已经违反停火协议。各位乡亲，今仔日咱先来关心总统赖清德原底伫咧今仔日是要直头飞去拜访咱伫咧非洲的友邦苏瓦地尼，不过却是紧急宣布冻点，因为会经过因的领空的3个国家临时甲飞航的许可撤回，这个情形是真罕见。也若根据咱国安的证据，中国是用3项经济威胁的手段来逼非洲打压台湾。赖总统原定出访非洲唯一的友邦苏瓦地尼的行程，紧急宣布暂停，因为伫北航线顶的塞西尼、马达加斯加、甲毛里西斯等3国也已经核发飞越的许可了后，临时撤回。经技师指出，状况真罕见，若是无经过许可，直接飞过别国的领空，会有相当的危险性。如果说他不许可你进来的话，就是非法闯入者，他就有这个权利用飞弹、用机关炮。把你飞机给击落。根据国内国安证据的掌握，中国对3个非洲国家是以撤销大额的债务豁免、停止融资以及进一步制裁等3大经济协议的手段来施压。真主苏瓦地尼大使赵林表示，中国这几天伫咧非洲布局力头正重，打压台湾的方式嘛，因为安尼更加多元，力头更加加强。中共的外长王毅呢，以前就说过嘛，他们全非洲50几个国家。跟中国想要开个全家福，所以这种压力一直存在的，证明说呢，中共现在利用它在国际间的这种影响力，跟它的这个雄厚的资源，它以后还会推陈出新的。我相信中共要挟的对象不限于这3国，一定有别的国家，可有的国家扛得住，有的国家扛不住。给了不少非邦交国的非洲学生或学者在台湾就是做研究也好、交换也好或读书，所以有在经营，但是要跟对岸来比，那当然是比较难啊。学者认为，台湾伫非洲的外交水平较歹，建议应该爱强化经营，而且未来若赖总统规划出访拉丁美洲，也是其他地区的友邦，嘛爱以这届的经验做参考，预防类似的状况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这一届总统拜访苏瓦地尼的行程，不得已爱成冻点。背后的原因真明显是中国甲非洲施压，也若国际上嘛赞声挺台湾。另外，咱国内嘛有其他无共款的声音。国民党讲，这个代志甲第10会无关系。针对这点，民进党是提出质疑。也若外交部今仔日是搁一届强调两花是互相无隶属，嘛批评中国这款作为实在是傲慢、恶质、搁压霸。他用围堵的政策呢，来把这个航空识别区呢，来做一个管制，那是这个违反了国际的惯例及常态。伫总统大清点关定出访非洲友邦苏瓦地尼的前一天，总统府临时大动，讲中国连续几天来透过经济威胁印度洋顶悬3个岛国，互因临时取消大总统飞航的许可。若塞西尼也有马达加斯加，甚至讲遵守一中原则，无承认台湾的主权。外交部批评，证明伫咧后壁创空的主谋就是中国。对于中国将飞航情报区政治化、武器化，外交部要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同时，对于塞西尔以及马达加斯加护从中国扭曲言论、挑战国际一般惯例与飞航安全，提出严正抗议。外交部刘义辉也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的国家，维护邦谊是我国正当的权利，中共无权伫遐咧摆动喙齿，嘛讲中共进前才公布10项废台的政策。即马说安尼是代表这个善意拢是假，威胁才是真的。一定会有人试图用这样的方向见缝插针。这国民党中央一直非常努力，希望促成两岸关系的一定的和解。但很遗憾嘛，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个时候，我们愿意给国家保留一点空间，大家也确实应该要团结一致来对外。
但是要团结一致对外的前提是对内不要搞政治操作。这个所谓的有关无关，那怎么会是国民党说了算？中共的话不可信啊！我们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欧盟的发言人马上就发言，飞航领空权是国际民航的基础，不应该被作为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IPAD 组织也在昨天晚上紧急发表声明，此举足见北京无所不用其极，孤立台湾。朝野拢谴责中国打压，国际顶悬除了欧盟 IPEC， 也有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的党团也公开批评中国搁一届霸凌美国的盟友台湾。若进前访问台湾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康熙行也伫咧社群平台顶悬讲，中国这款步数提醒各界集权的政府唔来限制内底自由，搁管去到外国。若中国控制之下的国际秩序，反对者行动、言论，也有各项的基本自由，拢会去用限制。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提升战略，国防部今仔日公布，咱甲美国一个手签署6项军购案法计书，总金额有甲2000多亿。不过，国防特别条例也无共识，23会阁召开条约协商。另外，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讲，台湾敢会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就要看台湾安怎展现自我防卫决心。伫去年汉光演习，也有今年新正期间加强战备操演，拢有出来哈马斯多讲火箭是国军的新战力，有跨区前弯、弯头打击的能力，会使反制解放军的威胁。若国防部要总括较侪哈马斯，李公布一口气甲美方签署6项军购案的法计书，包括哈马斯经购案、M109A7 自走炮、飞弹战备军量补充、反装甲飞弹。大粒的弹药共同生产，也阁有整合航空服务，总金额达到2087亿7千万。为什么蓝白还要持续的阻挡这样预算，甚至于东扣西扣这些经费了哈？不管是喊价3500亿，喊价8000亿，为什么不能够全盘的接受我们国防部所提出的方案？那我会认为说，这些在协商的时候一定会纳入讨论，那也应该会有良性的结果。这个对美国的军购案预算大多数拢是来自1.25条国防特别预算，因为目前立法院也无通过特别条例，恐惊影响国军战力的提升。美国议员智库最近小耍访问台湾，拢表达高度的关切。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出席听证会，就讲台湾的国防特别预算的进度，就是咧展现咱自我防卫决心。We can't want Taiwan's defense more than they want it itself. And it's not a chicken and the egg, because you're not going to get chicken or eggs if you starve the chicken.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o fund their own defense. 除了国军伫台海前线作战，海巡嘛爱守护咱的海岸，伫战时会纳入作战的行列。若对此，海军上新的报告讲，海巡署会配合海军各项的联合作战的演练计划。海巡的安兵击拦，去年发射2粒星2飞弹，展现制海能力。防范灰带行动的洗脑以及影响国安跟海域秩序，并且配合国军各年度的各项战训。张忠良讲，海巡平常时除了监控中国的公务船、民兵船，也有甲美国、日本、菲律宾合作，举办海上的演练，互相交流。记者综合报道。美伊的谈判也未有结果，咱台湾敢会受到影响呢？今仔日经济部长蒋平兴讲，目前库存的原油也有140天，天然气也有12天。目前油轮瓦港的情形嘛拢真稳定。若经济方面，因为 AI 相关的产品需求大，外销好，目前是也会当控制。不过中国提出对台湾10项措施，伊讲若有达成协议，应该爱签约才有准算。美伊第2届谈判并盘宣布延长停火，市场是充满无确定性。经济部嘛提出新的化石燃料入港的状况，表示4月份总共3只中油原油以及1只大塑化原油接续入港，供应量正常。目前存量达到原油140天，天然气12天，嘛表示国际经贸情势目前观察有法度控制。这个因为 AI 相关资通讯产品啊，那个需求非常旺盛啊，所以我们1到3月份的时候啊，出口总共的成长了51%啊，好，所以说这个是占的比较大的比例啊，所以影响是很小的。
台湾总体经济面传出好消息，根据经济部3月外销订单金额统计，头摆出现单月突破900亿美金，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达到65.9%，而且团产业接单嘛，因为地缘政治继续压悬，加上年后闭会需求，订单量嘛出现正成长。不过，伫第10会了后，中国宣布为台10项措施嘛引起关注。经济部是强调，无需要搁行挖靠中国的回头路。我们不是说刻意的要跟他断绝关系，没有这样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多元市场的开发。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对美谈判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厂商可以开发欧洲市场。两岸之间如果说可以有比较稳定的签订什么样的确定的合约，就是政府对政府如果可以签订比较具定合约，而不是说单方面的，就是说我今天说怎样，明天说哪样。金明兴强调，两岸之间若有达成协议，应该签订具体合约，唔是单方面宣布。若无是无实际效果，恐惊会让企业界无法度应付。记者综合报道。有关能源核电的消息，张辉环团甲总统见面讨论天然气发电甲绿能的争议。总统讲，能源的开发确实是拄着困难。也若核安会主委陈明真今仔日去立法院报告，伊讲核三停放的计划未加速审查。不过，认同核电会当稳定电价。部分环保团体每年伫世界地球日前后，拢会入去总统府甲总统见面，提环境建言。今年已经第23档，反映立场正明显的代表对总统赖清德宣布建立中继核电停输，两面重申非核加远的立场。伊讲总统有讲，不管是天然气、绿能开发，拢有争议。光电也确实遇到在保育上的一些争议，那这些都是让能源的开发不如预期。所以核电就正这选项吗？已经正在实施审查的核三再运转计划书，敢会因此加速审查？核安会讲安全也是第一。就是要按部就班来审查，无法加速一定确定每一个步骤都合乎我们的安全要求。核安会强调，审查是不当着急的，也讲不出时间表。审查完这个运算的计划，也会审查台电的相关老化评估报告。核安会讲，核电机组天基度也搁在启动，国际上的案例也无多。国外的经验很少包括国内的经验也跟国外也有一些差异国民党立委罗志强讲，过去10年因一直讲核电正重要，不过敢若是告背火车。反核期间，民进党上尾也是选择重新启动核电。伊质疑，若是无欠电，为什么要重新启动？核安会主委无否认，也讲核电会当稳定电价。确实，核电有助于电价的稳定。电力不缺，请问干嘛？我们核电干嘛重启啊？至少无法因应未来，尤其像 AI 时代那种长期的电力的承载嘛，没错吧？主委，是的。核三重新启动已经正在实施审查，核安会人员已经立场查察。后估计中下旬会开第一遍审查会议，也若地方的说明会后礼拜二会伫当地举行。核安会讲会全程线上直播，并且设网络专区，和民众表达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内政委员会今仔日开公听会，讨论18岁公民权修法。学者甲民团讲，18岁有承担民事甲刑事责任的能力，所干那欠选举权，权利甲义务无对等。目前调也有共识，不过若是干那修法，恐惊有违宪的记录，这嘛正做目前讨论的焦点。台湾青年满18岁，徛伫法律的角度已经算大人，嘛会使当公投票，不过却袂使投选举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拜三开公听会，请学者甲调研做伙讨论解套。学者甲青年团体指出，2023年民法已经甲成年的年岁改做18岁，刑法甲公投拢以18岁做界线。满18岁青少年已经有承担民事甲刑事的责任，所干那欠选举权。权利甲义务根本无对等。今天的18岁青年已经是民法上完全的行为能力人，那也必须承担完整的刑事责任以及各项法律的义务，但在政治上却仍然被排除在外。当一个人被要求对社会负责，却没有不能参与社会决定的方向权利，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不对等的。学生会代表嘛强调，大学高中生早就伫校园参与公共讨论甲治理，有判断的能力，真实投票参与选举的经验，爱透过真实的参与，才会当累积到的。相对来说，没有投票权的同学在这方面就少了一点动机。那我们都知道，人是需要动机去驱使，才能够有所进步，才会对某件事情感到兴趣。
那我们需要赋权，才能够使青年对于公共事务、对于政治更有动力。针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目前立法院调野拢有提出修法的版本，打算甲投票年会降到18岁。调野嘛有共识，若这个会期3读通过，年底9合1的大选，就有将近20万人头一届投票的族群。不过调野打算透过修法、跳过修宪，恐惊是有违宪的疑虑，这嘛是目前各界讨论的焦点。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讲到18岁，敢会使有选举权利？目前咱国是要定伫咧20岁。有人就认为讲应该对外国进步降到18岁，不过嘛有人惊讲，敢若修法会有违宪的疑虑。今仔日解剖新闻，咱要请苏眉来解剖这个议题，互大家了解。苏眉。是主播，这18岁敢会当有选举权？欧美国家这半世纪以来是陆续甲选举的年岁降到20岁以下。这亚洲国家亲像是日本、韩国，也拢已经降到18岁啊。咱台湾讨论这个议题嘛，已经有几落档啊。亲像这2022年的时阵，咱就捌用修宪、公平合法这个方式来投票。迄当阵这同意票是有比无同意票较济。不过，迄当阵的这个同意票的票数，并无超过总选举人的一半，所以讲落尾是无通过的。今年又搁要大选啊，所以讲大家就搁开始关注这个议题。过去修宪这条路行袂通，即阵都有真侪人提出讲，敢袂当用修法的方式来取代修宪。这上界关键的一点，就是敢会违反宪法。宪法130条的内容是写讲，满20岁者会当依法有选举权。主张讲降到18岁是违宪的迄派，因认为讲宪法这条是已经写甲真清楚啊，明显限制讲这选举权就爱20岁才有。不过另外一派是认为讲宪法这个条文是一款保障咱的公民上满20岁都会有选举权。主张违宪者阁认为讲是袂使违背当初制定宪法的人的原意。不过另外一派是认为讲这时代的进步，宪法应该也会当有无共款的解释。亲像迄当阵会定伫咧20岁，就是因为迄阵民法是20岁才成年。不过即阵这成年的年岁也已经降到18岁啊，所以讲选举权的年岁，照理来讲也会当对咧调整。宪法这条路行袂通，争议真济，所以讲都有人提出讲用修法的方式来取代修宪。亲像都有立委提出讲，敢要来修订这个青年基本法。若是这个会期3读通过，今年底大选可能就会当增加20万人有投票权。国民党甲民众党这边多数是支持的，不过民进党的态度是较保守，党内有无共款的意见。亲像立委林义锦是主张讲，先修法了后再来申请释宪，互大法官来判断讲，这甲宪法敢有相冲突。不过，绿营都其他人认为讲，这修法若是通过了后，是真有可能无法度达到这个连署释宪的标准。那安尼做落，就开一个法律会当改变宪法的前例。所以讲，因就呼吁讲，伫咧修法的同时，也爱启动修宪，避免讲未来修法失去原则、失去控制。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甲镜头幸福主播。感谢苏眉解剖这个议题，互咱了解。出来，咱来关心股市的消息。美股4大指数有落，不过今仔日台股搁再创下新高，台积电由乌转红，带动台股徛起38000点。早盘上悬有加38096点，起491点。4月份以来，台股已经起码6000点啊。伊朗未参加第2轮谈判，美国4大指数即个啦，辉城半导体指数收红。台股开盘37627点，盘中第一遍冲破38000点，到38096点，各创盘中史上新高。3月外资大幅撤退之后，4月份当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稍微停歇以后，那资金外资有开始回补，在大型电子全指股部分。专家认为，这群台股气势正强，半导体类股的功劳正大。虽然台积电股价开价，但股市反攻，盘中捌冲到2070块，股王化现创出16495块的新纪录。上市柜的千金冠价股不过47千金，但股市场也是多头的气势，本土资金继续入场，也增加真侪交易风险。另外，根据统计，今年上市柜违约交割的情形已经有4件，包括一个的款户1072.1万。
3月吹过旺红，唯有高挂5902班，这个月是连压6889.5班。2月的动笔厂金居，唯有高挂的金额增加到1亿1000万。像是金居在4月份就一口气大涨了70%，所以在股价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就比较容易让投资人判断错误，然后出现这种违约的一个状况。专家讲，投资者用资操作时阵，若算了伤大，佮做唔对方向，就真有可能会造成违约高挂。佮加上最近台股行情旺，市场投机的气氛正高，容易产生违约高挂。提醒投资人，若是违约高挂，以后要甲银行贷款，或者是伫券商开户就真困难，也可能被追讨违约金。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另外一个案件。在台中有一个涉嫌犯几啊件伤害甲恐吓律师的查某人，昨昏一审封判1年2个月，甲1年的有期徒刑。这个查某人顶个月伫咧出庭的时阵，竟然伫咧走廊甲人扇喙皮，迄当阵是引起真大风波。那今仔日嘛针对这个事件开庭审理。西装穿甲真笔早去到法院，台中律师工会理事长吴中和顶个月17出庭旁听46岁姓林的查某人伤害恐吓律师案，所伫咧法庭外口的走廊叫这个查某人扇喙皮。台中地院2日头一摆开庭审理，吴中和除了亲身出庭，嘛认为迄时审审的法官吴兴哲用法院组织法改做无公开审理，做法无适当，会上请法官评鉴委员会评鉴。针对这个整个法官在处理这个邻里的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这个疏失违法的地方，我们当然会依法这个移送这个惩戒。这个查某人伫咧2024年，甲小弟有土地财产的纠纷，先攻击恐吓对方3个律师。台中地院2日宣判，以伤害罪判1冬2个月，恐吓危害安全罪判1冬。吴中和认为，伤害罪伫咧法律的规定上重会当判5冬，法官量刑是上过轻啊。台中地院强调，涉林的查某人犯罪了后态度嘛真歹，还佫有加害诉讼代理人，还佫有旁听人案件审理当中，会等全部确定了后，才予检方申请这片的罪行。被告直到审理程序才坦诚犯行，而且至今尚未与被害人方面达成和解或赔偿。本案发生后，又有其他加害诉讼代理人及旁听人的行为，显见被告的犯后态度不佳。法官认为，一待被告所犯的数罪都全部确定后，再由检察官一并申请定应执行之刑。吴中和扇喙皮案开庭，这个查某人家己讲精神真正常，指控对方的律师甲诈骗集团勾结，甲伊的阿公杀害。台中地院考虑到这个查某人情绪控制，还有风险评估，防止突发冲突，另外嘛加派几名法警，确保出庭所有人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伫咧高雄有一个警察，因为不满被调去台南爱支援8个月，即日有人伫咧内底伸脚出手误伤作业，所以伊伫咧执勤的时阵，就对空中开枪来表达伊的不满。警方今仔日回应讲，支援轮班甲顺序拢是有公开透明的。即个当日无代无志开枪，是已经涉嫌犯恐吓危安罪，会移送地检署侦办，嘛会当来处分。报告总队伫咧高雄人本营区20暗时7点，真侪枪声传出来。50多岁姓吴的员警，因为5月爱去台南警察局支援8个月勤务是真袂爽，怀疑误伤作业，加上家庭的因素，情绪无稳定。伫咧枪支库执勤的期间，伫咧附近的空地啊，对天顶开枪，表达不满。在17号上午10点，在本总队的行政大楼7楼礼堂公开选填一个被支援单位。那会中都是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并没有所谓一个黑箱作业的一个情形。报告总队无定期需要支援中央地方勤务专案，即摆爱分别支援高雄、台南各地区20个警力。报告总队表示，姓吴的这个员警伫咧选顺序的时阵较后尾，高雄已经满，才无法度选，因那伊不当开枪。已经涉及恐吓危害罪，会移送地检署侦办，内部嘛会处罚。过去就已经产生一些争议，例如说他们出来支援，但是他们只领原单位的薪水，比他支援单位的同事还要薪水还要低。考核的时候，考核全回到原单位，所以也有人反映说，变成原单位根本不了解你可能在外面做什么事情。
全台湾警力是真欠缺，警察阁因为工作的特性，还阁无法度拒绝已经决定的任务。警监会嘛点出警力调度定定出现的薪水还阁考绩的问题，建议警政署建议是毋是要参考劳基法，伫咧调度的时阵，甲警察的生涯规划、生活影响等等因素纳入考虑，卖当降低警察因为调度产生的不满。记者综合报道。有关真正开启这个查甫囡仔互人虐待死亡的案件，内底这个社工陈尚杰，顶一日一审红判有罪。大审法院强调讲，以个案认定保证人的地位，不过社工界要是规北倒火。今仔日伫咧行政院外口抗议，主张第一线的社工伫咧实务上有访视频率甲制度宽限的限制，要求政府都要公开回实的。制度改革要全面。行政院外口至少100人也标虎画口号，因为开案件社工陈尚杰一审被判有罪。虽然法院强调依照个案认定保证人的地位，不过这么社工界大家拢真担心。我很守法的，但是我怕现在的制度可能会让我牺牲。我如果出事了，我只能求妈祖，求我天上的爸爸，求我自己不要。一定要救自己。用亲身的经验讲到实务的现主持状况，社工发动定情抗议，主张因为访视频率加制度权限的限制，并且因无强制所在的监察权，若是访视对象调工安看，因无啥容易发现状况，无应该把责任拢撒给基层的社工担。每一次有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些在增聘更多的社工，或者是优化什么通报的机制，这些做法只是在欺骗民众。若是定情也发动连署，5天总共有上万人响应。社工团体要求政府公开回实的，正是制度的系统性失灵。强调若是前线资源甲工具拢有够，就让支持复杂困难的家庭，真侪囡仔会当唔免被出养安置，等到完整的家庭，对就业服务公托到早疗等政策全面解决。要求卫福部尽快来倾听大家的声音，来做一些讨论。这个部分卫福部在这个礼拜就会开始展开。政府对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角色跟服务贡献，那也表达坚定的支持。那我们会持续的来完善制度的一个支持，来精进相关的一个资源配置。行政院派代表出面接受定情，答应讲会转交予卫福部处理。对这件定情抗议的质疑甲诉求，卫福部回应讲会继续强化沟通，检讨受出养的制度，进行看效对话，完善政策，改善资源配置。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休热到底要到啊，有的学生拢会去实习。根据统计，有关实习的这个制度，有73%的人认为讲，实习是学习甲做工课一半一半，或者是讲本质其实就是做工课，变作是粗俗的劳动力。不过这确实失去教育的意义。那也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说，目前他们的这个实习跟学习的这个内容，其实根本就没有关系。我们也看到许多的这个大专院校，它可能是设计相关的这些科系，可是它进入到的是类似那个门市那种量贩店的部分去做这个实习。部分的实际运作当中，已经出现了以学生之名行打工之实。这些的侨生，他们不见得是要来这边学习。讲到实习的制度，因为薪水低或者是无薪水，上班甲学习之间会当讲是真好界定。若实习的内容甲学习无关系，这拢是问题。有96%的受访者讲，因是支持实习，应该爱纳入劳动法的保障。教育甲劳动的界线嘛爱分互清楚，而且希望有合理的薪水、工时的规范，也有合理的申诉的管道。继续咱来关心南投民间焚化炉自救会甲团团开记者会，因讲进前农业部长表示，特农区是袂使做其他的用途。即马行政院说是半国有的特农区要互南投来起焚化炉，请行政院赶紧结束这个争议，唔通阁互县府拗戏摊平，互乡亲杀无踪。护农地，左手护农地，右手拨土地，右手拨土地，撤销土地拨用。环保团体甲民间相反焚化炉自救会发声要求行政院撤销南投焚化炉的土地拨用。
环保团体日伫记者会指出，财政部国产署在去年3月也未经过环评，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甲国有地农地半户南投县府要起焚化炉。嘛进一步指出，县府是用南投县环境保护基金当中的废弃物程度处理废弃物质地国有土地，但是这项基金事实上无明文允准会当安尼用，有违背专款专用的记录。南投县环保基金的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第7条提到的是。废弃物清除处理经费的用途，它可以盖焚化炉，可以买各种设备，但是这个用途里面并没有说你可以买土地啊。行政院若不撤销国有农地土地的拨用，就是在鼓励各地用程序硬推争议工程。针对焚化炉安尼土地争议，农业部顶一日有驳回讲，也未收到农地的变更申请，嘛强调地农区禁止做其他用途。但是为立委就批评行政院甲国产署在核准国有土地拨用进前，无先确认土地用途宽并停输甲基金敢有合法使用，停输强健违反国产法第38条，嘛呼吁行政院紧回应民间的诉愿，撤销原本半地处分甲国有地收回来。不用管农业发展条例吗？不用问这个农业主管机关吗？那所以等于说，特农区的土地就任由财政部、国产署自己大主大意就去做决定啊。我们认为是行政院拨地和部会之间联项的这个一个大漏洞啊。有立委表示，后续会要求监察院审计部去查核南投县政府环保局敢有不当使用环保基金去买地的代志。另外，嘛会伫立法院针对行政院总质询的时，要求院长窦英泰做出回应。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即马天气愈来愈热，食食的安全嘛爱特别注意。进前高雄润饼糕的事件，造成173个人食物中毒。虽然讲法院已经有咧甲受害者协调赔偿的代志，不止高单无保产品的责任险，可能会互受害者无地通讨赔偿。即马有议员要求公有市场都要强制投保，才会当保障消费者食食的安全。那市府这边是讲会找业者来沟通。几十年的成果会因为那个事件而化为乌有。高雄正义市场这家卖40年的润饼糕老店，月初食物中毒，造成173个人受害。议员除了烦恼摊商无保责任险会倒大，嘛惊受害者买手会讨无赔偿。议员认为，食安法的规定有空旷，无营业登记，就无强制爱保责任险。提出这款传统菜市内底做食的摊商，明明都是食安风险悬的对象，却伫咧制度外去。这个代志是一个危机，嘛是转机，市府爱提出作为。我们不要等中央修法，我们自己就可以推动的，要先推动。然后，所以重点不是鼓励投保，是我们要把保险介入自主管理救治做成一套制度。保单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可能价格或者是风险的评估上来说，可以更为完整的话，其实对摊商来说会更有保障。目前全国敢若台北有针对公有市场摊商爱强制保险，市府表示会先对公有市场大先做，拜四会先找保险业者来讨论保单的内容甲技巧，后续嘛去甲摊商沟通需求，才开始来推销。有摊商讲保险确实有必要，因为这款代志一世人袂堪你拄到一摆。应该买熟的物件，应该拢爱保养较好，对人客啊、民众啊较安心嘛。政府若讲会当补贴，安尼可能看完会拍算。比如说万一发生的时候，后来才发现说没有纳保，事实上对摊商，说不定摊商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自己就承受不了，就倒掉还是什么的。那重点是消费者就变成会求偿无门。所以我是觉得说，那这个保，我觉得说对消费者跟摊商都有实质的保护。议员表示，那公有市场、民营的市场，嘛会使先对分级开始，豆豆去要求摊商爱保险。市府强调，会先甲摊商沟通了后，才开始强制保险，嘛会保险的条件甲负担，尽量瓦紧摊商的需求。记者郭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国际上要紧，咱要继续来关心美伊的谈判。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向伫咧社群平台抛文，宣布无限期延长停火，要继续来封锁伊朗的港口。然而，伊朗这边是讲，封锁港口是战争的行为，美国安尼做已经违反停火协议。中东情势车破冰，就伫咧停火协议到期，巴基斯坦美伊第2摆谈判进程，
美国总统 Trump 向发文，因为德黑兰领导高站是未合，所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有总理夏利夫的请求，美方决定延长停火，对伊朗的攻击先暂停，一直到伊朗的领导人也有代表提出意见统一的方案为止。This now being the 5th time that Donald Trump has extended his self-imposed deadline. 也拿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利夫发文感谢，不过 Trump 也表示，美国对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会继续进行，也拿美军在各方面也会继续提兵，保持作战能力。另外，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也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讲，封锁伊朗的港口是战争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知影要安怎抵抗霸凌，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嘛呛声讲，延长停火无任何意义，而且佮讲美国是战败的，未当主导谈判的条件。Well, the Iranians have said that one of their chief concerns and chief requests is that this blockade that the U.S. Military and Navy has on Iranian ships and vessels coming to and from Iranian ports, that is lifted before any talks resume. 也拿原本定伫咧台北时间23透早，伫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 ABE 第2摆谈判，美国副总统范斯可能嘛已经取消行程。伊朗半官方的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嘛报道，德黑兰已经通知巴基斯坦等西代表未派代表团前往伊斯兰马巴德，美方已经提出停火明确的态度。外界即马嘛真关心，伊朗到底是谁有权力签署协议？相时，美国对伊朗的经济落火嘛愈烧愈大。美国财政部拜二个宣布对伊朗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土耳其，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等。有14个实体，还有个人起用指控讲协助伊朗摕到武器零件。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镜头咱我来看萨尼瓦多。萨尼瓦多展开历史上上大规模帮派的审判，要500个那像是萨尼瓦多帮的成员，同一个时间用死刑的方式来受审。因去互指控的罪名有甲47000项，实在是有够多，嘛有够罕见。司法单位这边是强调讲，因是要来全面打击犯罪，不过嘛有人权团体质疑，这样咧做可能会造成冤案。这场审判的方式真无共，486个起用关伫咧无共感觉的被告，伫高度戒备透过死刑来出庭。因起用指控是中美洲非常大尾的乌道萨尼瓦多帮的成员，甚至组织的首脑，身躯顶有29000多件杀人案，谋杀女性。也佫有讲抢钱、走私武器、甲强迫失踪等等。时间自2012年到2022年这中间计共11档。另外，当局依照叛乱罪甲因起诉，因为因想要抢领土来建立平衡国家。Esta mañana da inicio la audiencia única abierta en contra Mara Salvatrucha, 13. Acá se van a definir la situación jurídica de 486 cabecillas. 创命的法官伫审理了后，透过连线出庭的大批被告，会统一量刑、统一宣判。萨尼瓦多国家检察官讲，因已经掌握充分的证据，嘛请求对被告判上悬的刑责，也毋过无讲即个刑责敢是关几世人。即届出庭的有真侪人拢是无互起诉，嘛无人会当甲因去探望，都已经去互关押几廿档。总部伫纽约的人权观察甲中美洲人权组织，拢批评即场的大审判，可能会互袂少人白白去互冤枉。萨尼瓦多总统布吉队伫咧2022年，讲标杀做4个赢杯，也佫有帮派控制8成的领土，所以下令紧急状态，逮捕91000多个技术乌道的成员。后来向正式捕捉有几6000人。布吉队指控，这乌道藏手30多档，杀20万人，其中8万人到今佫找袂到。若是布吉队因为扫乌得到真侪百姓的支持，嘛大大降低犯罪率，互萨尼瓦多伫咧中南美洲上界危险的国家之一，当做相对安全的国家。毋过，人权团体谴责这中间是真侪有侵犯人权的代志，包括去用拘留的人欠缺正当法律听书，甚至传出酷刑，佫有超过500人伫监狱内底死去。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清洁队员对咱来讲，会当讲是守护环境卫生真重要的人。毋过想袂到，伫咧台南关店有一个清洁队员，煞是带头污染环境。伊伫咧停车场，甲粪扫车洗好了后，竟然甲规堆的垃圾啊，装咧规堆拼落边的排水沟内底。这个行为实在是真无妥当。台南市环保局有证实这件代志，嘛讲这个清洁队员伊已经是10多年真资深的员工，这个行为是大大违反规定，目前已经甲伊记告处分。
一个穿红色衫的查甫人，甲清完的粪扫往排水沟倒，有民众看到，甲影片放伫社群平台。指控清洁队员伫两电路桥下面的停车场清理粪扫车了后，竟然顺手甲车体清出来的垃圾泡甲涂骹一寡粪扫，甲规堆倒入去边仔的排水沟。在地民众认为，清洁人员是第一线环境的守护者，刷头破坏环境。民众烦恼安尼做，农业管界用水恐惊会污染到，观感有影无介好。啊，无本地就袂使安尼啊啦，因为一个迄个清洁队，清洁队，哪会当安尼？哎，条沟啊，都本来就排水沟啊。哦，排水沟。你睇条排水沟排到河路边去啊？哦，为大排过。为大排到河路边去啊！迄田的水若下拢落去遐去啊。拢落去啊。这狗正条啊。经过了解，当事人是年资10档的正职队员，当时正咧清理粪扫车的水槽啊。那这水槽啊，需要定期甲具体的粘剂清理，惊脱掉咧有臭味。那这队员伫咧清洗完车体了后，就贪方便规去甲粪扫倒入去水沟，看不去接到通报，随介入调查，确定队员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规定。不希望他自己辛辛苦苦已经清洗完的垃圾车，又被这一些垃圾的残渣所污染，所以他就用了一个非常不适当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接下来会依我们的相关的行政规定去处理一个应该是会有记过或者是相关的行政处分。针对这单争议，环保局回应第一时间有要求队员甲粪扫拢总清起来，嘛讲这是个人的行为偏差，除了记过处分，另外嘛加强环境教育训练，为了避免佮发生，现场已经设大型的粪扫桶，要求未来清完残迹会当带入去内面。环保局强调，未来加强专区队员的督察管理，绝对无允准这款行为佮发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算算来，即马时间差不多伫要4月底啊，过2礼拜就是母亲节。袂少人拢会买整种仔花送互阿母。伫咧中华参北是全台湾整种仔花上大的产地。毋过有在地农民讲，因为旧年7、8月啊做大水，真侪拢种无起来，所以今年的产量恐惊是会减4成。毋过虽然产量有减少，嘛是无影响到花的品质。今年的花是水佮大蕊。农民当咧无用整理产区内底整量仔花花园，佮无3礼拜就是母亲节，袂少人拢会买整量仔花送阿母。但是农民表示，因为旧年7、8月风台加做大水的影响，整量仔花母头上甲真节力，真侪拢种无起来。今年产量减少4成。母头去互浸水浸死，所以今年量就足少的。尤其咱中南部这边较大。大家拢浸较足严重诶，我逐回咧种是拢差不多7、8分左右啦，今年剩3分外尔，总卖得真多。参北农会表示，参北乡整量仔花的栽种面积大约是25公顷，占全国总面积的9成，是全台湾上大的整量仔花产地。今年虽讲产量有较少，但是花的品质好。目前市场拍卖价销一支大约7、8块左右，农会销售平台小卖价销一支20至30块，价销也算稳定。咱无涨有受损吼。所以我们的今年的产量会比较少。今卖价销来到7、8块一支哦。今年阮收的量甲今啊，阮接的单已经超过10万了，量能大概在20万支啊。5月第2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农会表示，愈外节日整量仔花价销会愈贵，民众会当量早注文，用在地花蕊来表达对阿母的心意，嘛支持台湾的农民。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电影放上头，要带观众朋友咱做伙来去台东。5年前开始起的台东县总图书馆，伫咧顶个月完工，今仔日正式营运。官府表示，开8亿外起造的图书馆，毋但是互民众来看册的所在尔，嘛是一个文化休闲多功能的场所，希望民众会当多多来利用。用台东的山甲海的景色起来，台东县总图书馆2日透早正式启用。台东总图书馆是抽4层楼高的建筑，阁有阅读机器人带路。上成人的是亲子阅读空间，提供还未读册的囡仔有够佳的阅读空间。另外，阁有50个人的多媒体视听区，有1个人的、5个人的，嘛有7个人的位，会当点点啊看电影、听音乐。
上特别的是艋舺区提供完整规划的艋舺，让青少年到大人拢会当看好过瘾。非常好，现在又有动画，也有电影，这一系列很棒呢！你看这么多集。县府表示，台东总图书馆争取政府的补助，拢总开8亿，其实伫咧顶个月已经完工。为着要听民众的意见，进行22天的试营运，果然就成7万人先体验，而且伫咧图书馆内底，搁开一个多媒体台东探索馆，让民众会当熟悉台东的历史文化。探索馆还有前面的咖啡厅，坐下来认识台东。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呢，我觉得非常的舒适，那也非常的有现代感。因为伫咧试营运的期间，有民众认为亲子阅读区、囡仔的活动会甲其他的阅读区互相干扰。文化处表示，即卖的图书馆已经甲较早无同款，若有提供读册功能，内底嘛有自习区，会当提供民众安静读册空间。包括也有影音的，各方面的多元。那我们也会办很多的活动，来推广。文化处表示，教育部正咧鼓励国内图书馆向专业化的阅读学习。台东总图书馆已经规划未来会当提供更较侪学习型的活动伫咧内底举办，嘛互市民会当到阵来学习。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面对极端气候甲多变的天气，农产品的生产嘛愈来愈无稳定，所以真侪国家都拢伫咧研究讲安怎长期来保存食品。即马嘉义大学有做一个全世界头一个针对真空保存超过30年的土豆来做研究，确定真空烘焙的这个技术，确实是会当延长保存食品的时间。而且这真空保存的土豆，看到打已经30年啊，也是真鲜，而且无有碍味。一粒一粒的土豆，也是台湾分家南平原真重要的经济作物。国立嘉义大学食品科学系研究团队，针对放伫100温度、佮有真空密封30天以上的加工土豆做全面科学的研究，互高优质食品长期氧化安定性提供真重要的研究成果。因发现，经过30年真空保存的土豆，永远会当保持新鲜度。分析的结果呢，可以验证，我们只要有好的这个适当的条件来储存，那它的品质可以维持非常的这个平稳。那这样的成果呢，也能够发表到这个国际的这些期刊。当有特殊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那我们也能够有确保这样的一个食品，因为这次的研究，30年的这样的一个高油脂的坚果食品，还是能够保有优良的一个风味。国立嘉义大学伫1991年的时阵就开始进行土豆加工的生产计划，透过真空密封的包装，毋但是迄当阵计划的成果，后来嘛正做学校的产品。即个会当有30天的土豆通摕来研究，就是迄当阵真空密封保存落来的产品。当时我们在做这些花生加工，因为花生是我们云嘉南里头非常重要的这个油料作物，那它的加工能够衍生它的这一个好的储藏期限，也能够保存它的价值。嘉义大学表示，这毋但是全球头一摆用保存遮尔长时间的食品做研究，嘛为研究当中验证真空密封技术对食品保存的效果以外，佫进一步指出包装的材料甲技术嘛同款需要重视，才会当互食品有长久保存的可能。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那讲到台语，根据统计，即马年岁愈少的台语咧使用的比例嘛愈来愈低，尤其是6岁至14岁的囡仔，因讲台语的比例干那7.4%。伫南投草屯国小有一个台语老师，叫做柯宏晶，伊教台语已经8年的时间啦。最近这几年的学生会当讲是愈来愈袂晓讲，所以伊就想办法，让台语课变甲较趣味、较深色，而且结合实用教育，带学生做伙种菜。希望学生会当哪种菜哪学台语。请问，往来是生伫涂骹顶啊，涂骹底？涂骹顶。嘿，涂骹顶哦吼。柯老师带学生来菜园啊，熟悉农作物，才有种往来甘蔗和枝叶啊，咱定定看会到的菜蔬果子。除了教农作物的台语，老师嘛教鸭肥、循环经济，这相关较深的台语。这个户外的教学，唔定有种菜，老师嘛一点一滴。进出学生的台语能力。学校内底有一块菜园，结合着咱的台语课程，变成实用教育。就慢菜慢慢的，咱就去灶骹煮泡面，就来食安尼。
为产地到食饭道结合咱的台语课安尼。台语你感觉有困难无？有，我有时拢听袂。外口上课较好，因为外口会使甲同学同学还是同学？会使甲同学做伙做代志。柯老师会遮认真来教台语。除了有输赢感以外，伊嘛发现教8档的台语课程，前几届学生啊台语拢讲甲真练长，啊毋过最近这几档学生啊连日常用语拢无法度用台语来讲。我第一档咧教的时阵吼，囡仔的台语吼，看课本伊就会晓念啊，会晓背的人有够侪。即马第8档的囡仔啊，台语愈来愈无好，啊要安弥补咧？咱就尽量讲上台语课的时阵吼，咱尽量讲台语，互囡仔听。因为本土语言课程一礼拜只教一节，学生的台语能力下降，互柯老师真烦恼，所以伊较会想办法，互台语的课程生活化，互学生有兴趣，豆豆累积提升学生台语的能力。记者杨秀南报道。真出名的苹果公司成立到今已经50年的时间啦。65岁执行长库克讲，今年9月份就要落任，换50岁资深的副总裁迪纳斯来接。嘛，因为最近这几年因伫咧 AI 方面无虾米特别的表现，这项人事变动可能是代表因要全力来拼转型。苹果执行长库克伫2024亲身到伫咧纽约第5大道的这间大店面，民众热烈欢迎。库克伫2011年自 Jobs 的手头甲苹果接落来，花差不多15年的时间，推动多元化的服务，打造 iPhone 生态系，成功推动 Apple Watch、AirPods， 也阁有 Apple TV Plus 等等热门的产品，互服务的业务成做苹果第2大收入的来源。伊嘛带公司度过疫情、美中贸易战甲关税战，库克带头的苹果股价起1932%，比标普500指数起的504%更较侪，期待对15当前的3000亿美金，甲单已经4条了。Isn't it great? We've democratized film, and so you can make an entire movie on an iPhone. As a matter of fact, our event to introduce the iPhone was filmed on an iPhone. 库克年代嘛是有失败记录，像讲开几10亿美金的自驾车计划，就失败来收煞。头壳大的装置 Vision Pro 嘛是卖袂出去。另外，即马是 AI 车屏的时代，苹果的卡手嘛真慢 ，Siri 转型无成功，就爱靠 Google 的技术来斗相共。外界就要讲，这是库克想要下任的一大原因。The new MacBook Pro is a combination of groundbreaking performance with amazing battery life, extraordinary display quality, and advanced connectivity. 今年50岁的新任执行长迪纳斯伫咧苹果有25年硬体，也阁有产品开发的资历，捌主导 iPad 也阁 AirPods 的开发，也阁有促成头一款平价 MacBook Neo。迪纳斯伫咧苹果关键的这一档，甲贷款掌握落来，外界就推测伊上任了后上大新的任务，就是推出新款的 iPhone 对后的手机啊，也阁甲 Siri 更新，嘛会摒细布局 AI， 互苹果公司继续冲。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报的天气写款，随来报你知。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3度至29度。也阁有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